根据最新消息，在中国入侵者占领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突厥斯坦和田地区莫宜县已开始建设穆斯林火葬场，准备对穆斯林尸体进行火化。之前其他地区也传出此类消息，而且面向社会招聘各类层次的火葬场保安人员。中共政府的此举充分说明，将彻底剥夺维吾尔人宗教权利，从根本上进行同化，消灭维吾尔人。对此，东突厥斯坦信息中心首席执行官阿卜杜吉利里卡尔卡西发表声明称，中共政府在强占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突厥斯坦，以各种手段不断进行种族屠杀，超出了人类承受能力。我们强烈谴责中共政府的残暴政策。现借2018国际反酷刑日之际，呼吁联合成员国阻止中共政府对维吾尔人采取的一系列毁灭性政策。在国际支持酷刑受害者日，美国参议员布朗巴克会见了维吾尔人权项目主任沃马尔·卡纳特，并重点讨论了维吾尔人的现状，呼吁联合成员国质问中国有关在东突厥斯坦在教育集中营出现的死亡和使用的酷刑情况。2018年11月份是中国人权综合定期审查期，也是有关国家向中国施压，要求其讲明大规模拘押维吾尔人中在押死亡和使用酷刑情况之机会。以色列战机6月20日凌晨袭击了加沙地带大量哈马斯目标，以回应武装分子从巴勒斯坦领土上向以色列发射的火箭和炮弹的举动。报道表示，加沙地带由哈马斯控制，以色列将哈马斯视为棘手的对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其他国际利益攸关方警告称，加沙已接近战争边缘。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包括纽约、加州在内的17个民主党州的检察长6月26日对特朗普政府在边境实施的骨肉分离政策发起了联合起诉，是特朗普政府开始实施零容忍和骨肉分离政策以来接受的首个法律诉讼。另一方面，美国法院抗议特朗普以安全理由禁止7个穆斯林国家入境的决定，并在纽约举行了大规模示威。德国之声中文网6月26日报道，奥地利又以保守政府为展现在难民问题上的意志坚定，说到做到，派遣了警察和士兵前往边境，开始进行驱逐难民的训练。奥地利内政部长基卡尔对现场记者表示，在关键时刻，一个不能有效捍卫边境的国家将失掉公信力。德国希望在7月1日前，欧盟就难民的流动问题达成一致。如果欧盟达不成一个协议，联邦内政部长泽霍菲尔将自我授权，下令在德国边境遣返那些已在其他欧盟国家登记过的难民。